好，大家好，我是叶贤。今仔日下晡咱要来算即个台语强读，强读做伙来读绘本。今仔日阮有准备两种绘本，即边的拢是华语的。大家图书馆足济嘛大部分的咱的绘本较好找到的，就台语的绘本足济。即马嘛有一寡台语的绘本放伫迄块桌顶。今仔日就是要来分享讲咧，咱要安怎用台语来读绘本，而且分享一寡相关的延伸的活动，包括镜头念啦，用唱歌啦，还是用耍的方式来配合遮个绘本。好，我是即马的台语路协会的理事长。本来咧是咧，我未生囡仔进前，我其实无咧讲台语啦，无意识要讲台语是生囡仔了后才开始做台语的工课包括阮一阵即个台语共学团的家长做伙发起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即个面册的卖奖页大家应该嘛是为遐知影即个消息的即摆就是有较侪工课是咧甲台语推广有关系比如讲今仔日我主要咧会分享讲是我伫咧亲子馆还是讲伫咧学校。也是讲对囡仔讲故事的时阵安怎讲？本地我就足介意参囡仔讲故事。我伫咧大学的时阵有足好运的，有机会去修到迄个林真美老师的绘本课。林真美老师，我毋知大家敢知影？若是你是关心绘本的人，你一定会知影即位老师因为伊算是台湾绘本界的足重要的一个推手、杀手，毋敢是安尼讲，应该袂使安尼讲。好。就是伊为国外介绍足侪绘本包括绘本的观念伊带伫来台湾安尼，搁有推广为囡仔读绘本的即个陪囡仔讲故事的共读的方式所以我为大学的时阵，就是有对绘本有一寡了解，有一寡基础。到我生囡仔了后，嘛知影讲共读足重要的毋过后来我是。伫咧我囡仔6个月大的时阵，我才开始讲台语啦所以后来要转做台语，就经过一段时间的挑战因为原本我的台语无介好，所以足侪人就会问讲，安尼我台语无好要安怎？就是看阮就知啊，就是这是会使练起来的。你只要有咧讲，就有机会会使甲家己的台语捡倒转来。主要是咧，阮决定讲要对囡仔讲台语，这个是有。每一个做即件代志的家庭，其实有无共款的理由啦阮早时啊的即个分享会，就是咧讨论即件代志。下晡场就会甲重点放伫咧绘本所以会来报名的人家长朋友可能是家己有囡仔，想要知影讲要安怎对囡仔讲台语，要安怎用台语去读绘本。嘛有一寡我知影是囡仔，其实拢真大汉刷落来囡仔大汉的咧，咱会拄着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囡仔入去学校。学校内底，大家拢是讲华语的，老师讲华语，教学嘛是华语，同学囡仔嘛是拢讲华语。阮台语共学团的家长咧，知影讲，其实过去有足侪台湾人嘛是拢伫厝内底讲台语，毋过因的台语就干那伫咧厝内底，因处理到学校了后，台语就慢慢啊救去即马咱无希望讲咱的囡仔会发生共款的代志。所以有足侪台语共学团的家长呢，就是争取去学校内底做故事志工，你去学校内底讲故事，安尼会使互现主时其他一般的囡仔有机会接触到台语，嘛会使支持阮的囡仔，互伊伫咧学校嘛有机会听到台语。妈妈还是讲家长爸爸妈妈出现伫学校内底讲台语，对因来讲是有无共款的意义的安尼。好，所以就是。我就难咧讲啦，我主要可能是分享讲我安怎去带一般的囡仔讲台语就是讲，譬如讲，即马若是看到顶悬迄2张，即种的拢是伫阮迄落台北的社区的亲子馆，迄亲子馆会来参加亲子馆活动的亲子尤其是囡仔，其实拢听无台语，但是听无台语，敢有我都要用台语讲故事互因听呢，是会使的我的活动。是全台语的大家会使想象讲，嘛有足侪人带囡仔去全英语全美语的迄种课只要你的活动设计是有符合囡仔的需求其实囡仔拢听会落去。
好，安尼咱就为拄则即个我的自我小解啦，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我原本毋是一个台语介好的人。哦，细汉的时阵，干那甲阿公阿嬷讲台语，我的爸母无对我讲。但是做就是生囡仔了后吼，才有即个觉醒，讲应该我爱对囡仔讲台语，啊无因为因的阿公阿嬷拢袂对因讲台语啊。啊，拄开始我的台语无介好啊，就是去学台文哦。即边毋知有人有法度读台语文的无？敢有？无吼，啊袂有啊。好，等下咱会使就直接伫咧现场来做一寡练习，因为即马网络足方便的，啊要查台语安怎讲的，迄个书典拢足简单的，等下就会使来试看觅。好，所以我即马会使坐伫遮咧，就是甲我三个囡仔有关系，因为有因，我才开始讲台语，啊才开始为着因做愈来愈侪台语的工课。OK。啊，我去迄个幼稚园甲亲子馆内底讲故事啊，大家嘛会使想象，咱即马拄着的情形，就是本土语言已经无人咧对囡仔讲啊。哦，即马的囡仔大部分10个内底可能9个拢袂听无袂晓吼，有咧讲的家长其实足少的。啊，台语对即寡囡仔来讲，袂输是外国话。像阮带囡仔去公园耍啊，拄着公园的其他的囡仔走来问我讲：“阿姨，他为什么讲英文？”哦，就是因听无迄是啥物语，而且。叫是听无的，就是英语吼。我毋若拄过一摆，嘛毋若我拄过即种情形。所以，即个本土语言流失的情形是最严重的。家长、老师也是志工吼，咱是会晓讲的，啊，咱其实有即个责任爱继续传承落去啦吼。即个若是要讲为虾米讲来话就长啊，会使去听透早3点钟的演讲。但我今仔日刷落来要讲的就是，咱会使安怎透过讲故事，吼，这是一个。足好的方法啊，就算是听无台语，伊嘛有法度去欢欢喜喜去接触台语的一个方法。所以我是用绘本做工具，伊去引带囡仔接触即个原本应该是因的母语的本土语言吼。原本应该是因的母语的意思是讲，即马可能足侪人会认同华语才是家己的母语，因为伊的爸爸妈妈拢对伊讲华语。但是咧，咱若是实际上你去看以一个家庭做单位啊，伊的阿公阿嬷也是阿祖，哦，原本讲台语的，其实原本根本就无人咧讲华语啦，哦，因为台湾伫咧80几冬进前，伫台湾的社会是无人咧讲，即马咱讲的即个北京话即个华语嘛，吼，即个若是大家理解，就是会使知影讲，即个语言的传承是拢一个长去啊安尼。好，安尼若是要安尼甲囡仔讲故事吼，嘛毋是啥物绘本摕起来直接念，因就听会落去。哦，因为阮有拄过，就是即个图书馆的志工哦，因其实台语拢讲啊足好诶，啊，因伫咧图书馆内底要用台语讲故事的时阵，发现讲我台语讲甲写个，但是囡仔听无啊，所以因就听无就会无兴趣啊，甚至趴伫遐困啊，安尼要安怎才好咧？哦，所以这就是。咱会使配合一寡其他的延伸活动，吼，啊，搁有你绘本更加有适合，安尼才会使帮助遮个囡仔透过绘本，先感觉有兴趣，了后伊愿意听，啊，刷落来才会使有即个动机去学习。好，啊，若是家长，咱家长用台语甲囡仔做伙读故事咧，就有三大好处啦，我安尼分类啦吼。第一个就是亲子共读的本身就有足侪好处的。第二个是咱利用绘本去增加即个囡仔有意义的输入，就是伊学语言需要有意义的输入，啊，绘本是一个好办法。啊，第三呢，其实是针对大人的，咱会使透过讲绘本故事提升家己的台语文能力。第一项吼，迄个共读本身的好处介济。即个真正即马资源足侪，嘛有足侪人咧开相关的课，也是你网络顶悬文章啦，也是影片啊，咧介绍即件代志，拢足侪的。所以我今日只简单讲尔吼，就是咱家长讲故事互囡仔听，对囡仔来讲是一个足好的大脑发展，伊会使有想象力，伊的认知，也是讲伊看图啦、故事内底的创造力啦，拢是会使伫咧即个阅读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吼。啊了后咧，伊会发现册介趣味，册即种物件甲其他佚佗物仔无共款。
逐摆爸爸妈妈客起来了后，伊就会用无共款的声音开始讲话，吼，而且迄是配合内底的图，所以伊慢慢啊喂幼囡仔，伊毋知影册是啥物，伊家己当做佚佗物仔共款摕来弹起来食，但是慢慢啊伊就会发现讲，这物件内底是有趣味的，是会使看的，会使显的，吼，即个代志久长培养落来，伊慢慢就知影讲，哇，册内底是有另外一片天，足趣味的，内底有故事，因就会对册有兴趣，伊未来就会愿意继续去看。这是亲子共读，一个足重要的培养起来的能力，甲培养起来的惯习啦吼。最后一个就是，其实你咧甲囡仔共读的时阵，迄是一个亲子关系的爱甲安全，拢咧正向的累积吼。所以就是毋管囡仔几岁，其实拢足建议大家会使继续读故事互伊听。有那阮兜咧是2岁、4岁、8岁。足无用的，我定定拢感觉无时间，但是就是若是有困难的时阵，拢还是会记讲，伊有足想要看的册，我会使读互因听咧。第二个谈到讲有意义的事日，这就是甲咱安怎学语言有关系。即摆咱等下要讲的是用台语来讲嘛吼。毋管你是对囡仔讲台语，还是讲你囡仔听无台语，你想要透过读绘本，互伊去学即个语言。譬如讲，阮去幼稚园啊，去亲子馆啊，遐个囡仔听无台语啊，但是伊会使，伊敢有法度学台语咧，会使，就是爱了解讲，咱学语言是爱建立伫伊有法度理解的即个内容内底，伊才有法度去甲即个语言吸收入去。所以你要安怎互伊知影讲，你即摆讲一个伊听无的话，是啥物意思？就是咱会使配合动作、配合图，还是配合情景。绘本就是一个足好的工具，因为伊内底就是有图，有时啊可能听无，但是伊看有，所以伊就知影你咧讲啥，再配合伊耳孔内底听到迄个语言，安尼的连接是有意义的，伊才有法度慢慢甲即个语言学起来。绘本若是佮画甲趣味古锥，因就有动机继续听落去，这拢是帮助咱的囡仔会使增加有意义的事日，所以就是。专门是来会使配合绘本的做法安尼。过来足侪家长会感觉讲我台语无够好，要安怎咧？其实咱就是甲囡仔做伙学，做伙练习。绘本拍开，咱就有法度去拄着一寡你平常时袂讲的物件。无你若甲囡仔讲台语，敢若日常安尼讲来讲去，就迄寡物件、迄寡词尔。要安怎互咱使用的语言会使较深，会使较快？绘本就是一个足好的工具。譬如讲，即只蓝色的金鱼，敢有人知影金鱼的台语怎么讲？野手好，莫讲哦。有人知影，好。有的人毋知影对无？毋知影的，即阵咧，咱就需要靠你的手机啊，就是即件代志啊。咱会使先准备一个基本的工具，恁即马手机会使摕出来。这边我就介绍5种好啊。你看你要是用教育部的，这是网站，你拢会使直接写台语文入去，写华语入去。伊会使找讲即个物件的台语安怎讲。教育部的，这个是教育部的词典，你就拍教育部台语词典，伊就会走出来。另外一个，这个是找台语。你会使找台语，其实就是走出来，这是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伊一摆会使互你查8本字典啊，伊的资料是上济的。爱台语甲这个乌鱼字典乌鱼字典是我毋知，敢若 Android 才会使 download， 我毋知伊迄个 Apple， 就是 Apple iOS Android 嘛会使吼。亲像即种伊就是界面足友善、足好用的，毋过伊内底收的词可能无遐尼济来大家就会使看家己的惯势，即马你会使先拣一项出来上无你就开 Google 金鱼台语，安尼你甲写落去，安尼大家来试看觅。即马差不多迄个，即个要安怎讲？因为咱平常时生活中袂出现即种物件嘛，你袂甲囡仔讲着金鱼嘛。那就真啊，今日你讲绘本，伊就出现啊，安尼要安怎讲？讲差不多本来袂晓的，即摆来查看觅，看敢有人查着。后一题是潜水艇，潜水艇要安怎讲？敢有人会晓？即个爸爸会晓无？差不多海洋里啊，潜水艇嘛袂晓对无？我本来嘛袂晓。
唱水港、唱水蓝都有，拢有足侪讲法。啊，恁即马就是会使去用拄则的字典，会使试看觅，甲你袂晓的弹入去。哦，啊，伊跳出来的呢，若是你是用爱台语，吼，还是迄个教育部的词典，伊大部分的词会念互你听。所以大家会使试看觅。安尼，金鱼有人查到吗？敢有人查到？海翁对，海翁嘿，海翁金鱼或者海翁对，有嘛吼？伊会应该读互你听哦。若是安尼，咱就是有一个上基本的工具啊，咱等下有机会会使练习一下吼，为遮开始哦。好，所以这就是我拄则讲的啦。咱家长用台语甲囡仔讲故事哦。本身就有足侪好处，吼，而且会使帮助语言的学习，嘛帮助家长家己提升家己的语文能力。啊，家长提升家己的语文能力咧，第一步就是安尼，拄则大家做的代志，就是家己查字典。安尼你袂晓讲的，你就加学一种啊。你学了后，直接摕来讲故事，安尼对阮来讲，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练习。安尼你慢慢啊，就会甲遮个物件记起来。咱甲囡仔讲台语的词类吼词汇，就会使愈来愈丰富，较袂干那停伫咧食清逐工的迄个日常生活安尼。好，安尼基本工具传好啊。若是你佫会感觉有足困难的吼，阮即句话就是伫咧头前先送互大家，就是你毋免足厉害才开始，咱着爱先开始才会愈来愈厉害。因为足侪台语家长，阮较早嘛拢无人用台语讲故事互阮听，但是因为你逐工安尼讲、接讲啊练习，吼，就愈来愈厉害。好，刷落来咧，这是几个选册的建议。我即马即个选册的建议的目标对象是听无啥有台语的囡仔，也是讲你拄开始要练习用台语来讲故事的人，吼，咱会使经安尼的册。譬如讲趣味的，伊迄落看册的内容就足趣味的。譬如讲咧，我来摕一本，这本或者这是谁的脚踏车？恁讲我都用台语念。这是虾米人的脚踏车？还是讲这是谁的脚踏车？哎呦，顶悬就有一台脚踏车对无？哦。啊，即台脚踏车生甲咱平常时的无共款，所以即个囡仔就会感觉趣味啊。这是啥个脚踏车？哦，我分两页互大家看就好。好，这是啥个脚踏车？这第一台就是一个囡仔的脚踏车嘛。这是啥个脚踏车咧？哦，是伊的。这本册自头到尾伊的就即句尔，这是谁的脚踏车？就即句尔。吼，这是啥个脚踏车？了后伊用图，互囡仔家己去。看，这是啥个脚踏车？这台是啥个脚踏车咧？哟，生甲足长的对无？这是啥个脚踏车？啊，大家囡仔可能会想要摇看觅，哦，摇了后，咱来看觅是啥个？啊，这是啥个脚踏车？囡仔会讲啥物？鳄鱼啊，对无？鳄鱼台语安怎讲？酷鱼哦，咱即马就会使甲伊讲对，伊讲鳄鱼对无？阮就讲甲足好诶，这就是酷鱼啊！我用台语甲伊译，安尼伊就有机会直接去连接着讲哦，即只哦，或者酷鱼，伊有另外一个名，除了叫做鳄鱼以外，伊嘛叫做酷鱼啊，酷鱼就是台语嘛吼。啊，过来咧，啊，这是啥个脚踏车咧？又看觅，头前有一个水桶诶。这是啥个脚踏车？哦，是啥个啊？枪哦，这是枪的脚踏车。原来伊需要一个水桶，才滴水，互伊会使吸水来呛水哦。好，所以亲像即本安尼有趣味无？哦，伊每一啊的迄个脚踏车拢是你想象袂到的，啊，囡仔就会想要看落去。啊，遮内底的文字敢有介困难？恁敢会感觉较困难？佫会使吼，这是啥个脚踏车吼？啊，我就是你会使用家己的一寡咱会甲囡仔去讨论嘛。譬如讲观察即台脚踏车有水桶啊，哦，啊不过即台是足长的啊，
哦，这应该嘛拢毋是偌尔啊困难的迄个代志。重点是册有趣味，囡仔就会想要会愿意继续看落去。好，过来句型重复的，就是同一句话一直出现，一直出现的。贪单迄本其实就是安尼，所以对听无台语的囡仔啊，我拄开始会甲你讲，这是谁的脚踏车？这是谁的脚踏车？因为我敢若讲台语，伊若是听无，我补一句华语来解说。但是这是谁的脚踏车？伊每一字啊拢出现，我讲到后壁已经无需要搁用华语来翻译啊。哦，伊就听即句，伊就知影我咧问啥物啊，因为伊就一直看到无共款的脚踏车出现。哦，所以句型一直重复。伊头前第一摆听，毋知你咧讲啥，但是因为共一句话，伊会一直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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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伊就知影。哦，这就是绘本最好用的所在。哦，过来听无嘛爱看有，其实这本册就是差不多拢有。你若算讲你听无，你敢看有伊咧创啥？看有嘛，对无？就是每一台车拢足趣味的啊，后壁佫有足趣味的，你看，亲像即种，像的后壁是啊，互恁偷看着。好，来换即台，啊，即台上细台啊，即个问器。土拨鼠吼，袂晓的，你着查字典，你着知影伊号做问器。问器出来，看到一台足细台的脚踏车，即个例无好，因为伤细啊，恁看无？我牵后壁。好，即个重点就是讲，伊听无，但是伊嘛看有嘛，亲像即台，哦，即台较大，恁看会到。啊，即阵啊，囡仔看到遮，伊拢知影伊爱摇啊哦，伊哪看伊就爱哪摇，讲哦，即摆是啥物动物的脚踏车。即台咧，即台脚踏车有啥物特色？就是伊的手把有顶悬的甲低的，对无？所以是啥物款的动物会需要即种脚踏车咧？这是谁的脚踏车？其实囡仔听到遮袂亲像恁安尼遐尔冷静，因拢开始摇啊，讲这是啥物？这是啥物？有摇着无？即只要安怎讲？有人手机要摕起来啊，真好的惯势。袂晓的时阵，手机就摕出来，会晓无？查者，互恁30秒。遮，内底啦，会较人敢看有。袋鼠嘛，敢有查到？啊？布袋仔鼠是无？哦，你查到是布袋仔鼠，因为有可能有足侪种无共款的讲法，啊，你就会使拣一个你感觉较顺的，啊，你感觉你较介意的吼。阮兜我就讲袋仔鼠，因为伊巴肚有袋仔嘛，伊就是巴肚有袋仔的袋仔鼠。吼，好，所以即种的一个好的绘本，伊其实伊趣味兼句型一直重复，兼伊的图甲文字配甲足好的，所以你听无嘛看有。安尼，咱摕来对囡仔讲台语，毋管这台语囡仔嘛足爱看的。若是恁囝是，就是亲像阮兜吼，囡仔拢是讲台语的。阮看即本册就会使讨论足济的，因就会使去摇，啊，咱会使做伙去讨论，会使讲甲较幼的，讲迄每一台车伊的特点是啥物，吼，特征是什么？安尼咱的对话嘛会愈来愈丰富。啊，若是听无台语的囡仔，伊上无听到最后，伊知影啥物是脚踏车。吼，伊知影你咧问这是谁的脚踏车，伊知影即句话咧创啥，啊，伊内底嘛会听到足侪动物的名，哦，这就是一本好的绘本，咱透过一本册就会使学到足侪。啊，第四就是伊捌看过的经典应该是经典的册，比如讲即本嘛，即本谁人无看过？对无？所有囡仔的人应该拢看过即本。啊，咱若是要去对听无台语的囡仔用台语讲故事，咱着拣即种伊根本就已经知影内底咧创啥的，但是咱今仔日用台语讲，所以伊会使透过另外一种语言来欣赏即本足趣味的册，安尼。嘛是甲第三个理由共款啦，因为伊已经知影内容啊，所以听无嘛看有。好，所以等下咧，阮的主角是台语甲绘本，啊，但是我会配合镜头啊念，就是那个手指谣吼啊，音乐甲游戏。好，安尼要开始咯。落去。走去。
好来，大生第一个呢，这边想要介绍镜头仔念人。我头仔摕即本吼，我就先讲即本。即本伊就是因为足经典的，大家拢看过。毛毛虫，台语要安怎讲？刺毛仔虫对无吼？刺毛仔虫咧，等下我就有刺毛仔虫的镜头仔念，会使配合即本册来教囡仔。毋过其实咱安尼练习应该嘛会使，就是讲即本册，大家敢有用台语念过？无吼，应该有吼。有你若是有囡仔的，应该无恁就转去为即本开始，因为这嘛是我的第一本用台语念的册。我为阮囝3个月，伊搁拍伫咧涂骹的时阵，拢有相片会使证明吼，我就开始讲即本。但拄开始我上华语嘛，用华语念最简单的啊，我照顶悬的字念就好啊。但是到伊6个月迄天，我决定要对全台语的时阵，我把即本拍开了后就合起来，因为感觉足歹念的，毋知要安怎讲吼。毋过即件代志就是需要练习。你一开始咧，咱嘛毋免惊家己念无好吼。要用台语讲故事的头一步，除了大概工具已经传好啊以外吼，刷来就是一开始咱无一定爱照字翻吼，毋是无一定哦，其实。台语甲华语是无共款的语言，譬如讲，咱今日嘛，若是要甲英语翻做华语，你嘛知影你无可能是照字翻嘛。哦，你语言吧，对啊，How old are you 就变成多老，对，多老是你安尼吼，你袂使照字翻。哦，所以就是讲台语啊华语伊的语法、伊的理路原本就会无啥共款。所以咱会使有一种上简单的，你会先用看图讲故事开始。譬如讲，伊只也是月光下一颗小小的蛋躺在叶子上。哦，当然咱若是要追求用台语甲伊讲甲足水的，这就是翻译的美术吼，艺术。但是咱今日毋是专业的翻译的人。咱若是干那要用台语替囡仔讲故事，咱会使用较简单的方式。你至少咱有法度用台语讲出来，这是第一步。敢有人要试讲看觅？是啊，第一啊。是。画娘画娘的下骹有一粒卵倒伫叶仔顶悬。哇，甲伊拍扑克者。对，月娘的下骹，月光下骹，其实拢会使啦吼。你其实差不多照这个字来翻啊，安尼就是足水的画面就会出来啊。哦，有一粒卵伫咧叶仔顶悬，哦，躺在叶子上面，这是华语的讲法嘛吼。咱因为它就是一个拟人法啦，咱台语你若是要安怎讲嘛是会使吼，无咱若是较简单的，你就直接讲伊伫咧叶仔顶悬有一粒卵。变过来讲嘛会使，哦，叶仔顶悬有一粒卵，好，星期天早上，暖和的太阳升上来了。因为这个星期天伫遮是足重要的，这本册刷来就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落去嘛吼，所以你若知影，你就知影这个星期天一定爱翻出来。星期天台语敢有咧讲星期天无啦吼，礼拜嘛，嘿啊，所以这就是讲礼拜早起，温暖，系啊，温暖要安怎讲？温暖嘿，有人讲温暖，佮有啥物？烧啥物？烧乎乎，烧乎乎袂歹哦。我感觉烧乎乎就有迄种感觉啊嘿。你若查字典，可能佮有烧落的日头出来啊，拢会使吼，会使家己去叫。好，若是拄开始要用台语讲故事，会讲甲哩哩啦啦是足正常的。哪讲哪停落来查字典，嘛是足正常的。你若是有时间，会使先家己看过一摆，家己想看讲倒位要安怎讲，才讲互囡仔听，当然是介好。无咧，就是像阮安尼，有时啊就是哪念哪袂晓讲的，你就换一个方式讲，无你就教囡仔讲歹势，我查一下字典，互因知影讲，妈妈嘛是咧练习，要学讲要安怎甲即个物件讲甲较好。好，所以这边是讲咱小可做伙练习一下。其实咧，即寡绘本拢无遐尔啊歹讲，咱透过想办法要用台语念，你就会加学到一寡台语的词，你平常时袂用到的。了后咧，这册讲了啊，因为伊最后大家应该知影结局嘛，对无？伊就变做一只鸭仔嘛，吼，足水的鸭仔就走出来啊。
啊，即本即个囡仔咧，因咧幼囡仔咧学语言的时阵，因足介意有节奏的念谣，所以咧有足侪华语也是讲英语的念谣，我相信大家嘛拢听过咧学语言的时阵拢有足侪。啊，台语有无？台语嘛会使有啊，那遮咧就是整理一下讲，迄个镜头念啊，譬如讲华语有啥物？什么一只手指头呀，一只手指头呀，变啊变啊变成毛毛虫，这敢会使用台语念？会使嘛？就一支手指头啊，一支手指头啊，变啊变啊变，变做刺毛仔虫。这其实你应该拢做会到，无遐尔困难。啊，即种指头仔念啊，因为伊是有节奏的，啊，佮配合指头的叮当。啊，这是需要教想象力伫内底的嘛，因为你安尼就叫做刺毛仔虫，逐个囡仔就知影讲哦。是安那刺毛仔虫毋是安尼，是安尼，这甲伊的迄个外形啊，拢是有关系的。啊，过来就是咱遮的迄个镜头仔念，其实大部分伊拢会一直嘛是共款的句型一直溜，就是一直重复。所以囡仔嘛会使透过即个镜头仔念去理解讲伊到底咧念啥物。袂晓台语的囡仔伊听几摆，伊嘛有法度对咧念。就是囡仔的语言学习是足厉害的，所以你只要放互伊听，亲像英语的嘛是共款啊。你若是放互伊听，伊听几摆，伊就会对咧念啊。伊有可能毋知影迄是啥物，但是咱若是带伊做伙看册了后，伊看迄册知影这号做刺毛仔虫，足大足大张有无？伊就知影即只是刺毛仔虫。啊，刷落来，伊才搁去学即条镜头仔念的时阵，伊就知影伊咧念啥物啊。伊有法度甲伊的动作、甲迄个物件、甲迄个刺毛仔虫即个字甲伊夹做伙。所以对听无台语的囡仔咧，看册了后，咱搁有一个延伸的，用镜头仔念来学即个物件，甲伊通拄仔学过的物件，搁迄个综合起来一摆，安尼就是一个介好的学习。而且囡仔的迄个手的动作啊，无亲像咱大人遐尼溜俩嘛。所以本地镜头仔念对因的大脑发展嘛介好。譬如讲，伊若是有两支手爱合作的工课啊，这两岁、两三岁无一定会做甲遐尼好。但是因就是因为透过即个镜头仔念的练习的过程伫咧发展伊的手的动作，这对伊的迄个手眼协调啦，大脑的发展拢是介好。啊，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咱台语足好听的啊，台语念起来迄个韵律感、韵律感，佮有迄个声调、声音，可能是比英语啊、迄个华语啊，佮较有感觉。所以刷落来就是来即条，我都用麦克啊，刺毛仔虫对无？我先念一摆，不要紧，恁听会着嘛？啊，线顶的嘛听会着，因为线顶是用我遮的麦。好，我徛起来好啊。就即只对无？即条拄啊好，足适合即本的哦。刺毛仔虫要来咯，恁的手会使对我做伙做哦。开始，刺毛仔虫，毛长长，滴滴鸟，滴滴蛇，一天过了个一天，变做野水当当。所以即本册咧，甲即条歌哪会遮拄好？因为伊就是一天过了，搁一天对无？伊直食物件，食足侪，食到拜六，食到巴肚疼，食到礼拜，食一片叶啊。最后咧，伊甲家己包起来，变做一个茧。即个恁会使去查迄个字要安怎讲？嘛有人讲汤包，因为那个茧迄个平常时咱嘛袂讲着，这就是咧查字典才查会出来。最后变做一只鸭。啊，拄则。第即条镜头仔念，就是足配合，拄好足配合即本册。好，应该免搁一摆吼。即个刺毛仔虫即条啊，是即个咱后壁即位义军小姐，伊编的动作吼，因为我头仔才问伊讲，我内底几若条镜头仔念，拢是为伊遐来的。义军伊进前是迄个幼稚园的老师啦吼。所以咧，我就问讲，啊，你是安怎编的？为虾米你有法度迄落编甲遮好，对无？伊讲，伊嘛毋知伊是安怎编出来的，就是无法度教的意思。但是不要紧，上无咧，因为即条敢若是进前就有诶词啦，
啊，因为伊编甲足好诶，佮拄啊好，就有法度配合即本册，啊，咱上无甲伊学起来，因为即条囡仔会足介意诶哦。我著为阮囝伊还袂一岁外诶时阵讲即本，我著念即条嘛。啊了后，伊就是看到爷仔，伊拢知影爱安尼是爷仔。吼，啊看到册有爷仔诶时阵，就是伊即个动作就会走出来。安尼囡仔伊咧练习咧学习吼，即个物件伊诶认知啊，佮有伊诶手啊动作啊，拢是甲做伙诶。好，佮有另外一条刺毛仔虫，这是另外一个朋友为遐学来诶。即条会使用唱诶咯，恁会使甲我做伙，共款刺毛仔虫对无？刺毛仔虫，毛苍苍，生甲实在足惊人。上爱美伫大树丛，你着爱细字哦。若好热着上个红。好，啊，即个我嘛查袂着伊是为倒位来的，即条嘛毋是我做的，吼。啊，但是亲像即种咧，咱若是有歌，啊，你配合动作，就是帮助囡仔去理解讲。即个词内底是咧讲啥物，而且伊着直接教着即个物件的生态嘛，伊住伫倒位？大树丛内底，你甲摸着会安怎？会上个红哦，这种足生活化的。好，拄则迄两条啊，迄种编甲遮尔好的词，可能咱家己编袂出来，但是刷落来咧，就有一寡咱有法度家己去发明的，家己编的。哦，譬如讲即种。伫咧迄落英语内底嘛足侪个，譬如讲迄落 Five littl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one fell down and bumped his head， 迄就是足侪类似的歌拢安尼。啊，因为虾米是五只咧？就咱就是有五支镜头啊嘛。啊，五支镜头啊，就会使来做足侪代志。亲像即条，就是五只高山啊，海千秋，海千秋荡秋千啦，所以咱来安尼互伊海。好，来。五只高山啊，海千秋，天笑裤鱼袂晓爬树，裤鱼来啊，裤鱼来啊，app，食一只，剩几只？剩4只咯。4只高山啊，海千秋，天笑裤鱼袂晓爬树，裤鱼来啊，裤鱼来啊，up。剩3只，哦，即个酷鱼咧，就是愈食愈济，高山仔就会愈变愈少嘛，吼，咱一直念落去，最后就是无半只高山仔，吼。啊，咱阁会使咧算的时阵，一开始你安尼念嘛，通常第一摆囡仔无一定会对咧做，但是你若会定念，伊慢慢就开始知影会对啊。因为因一开始是阁需要输入，伊还袂吸收到，伊阁咧看你咧创啥，吼。啊，即种物件就是你要一直重复，囡仔的学习就是要一直重复，几落摆啊，你就会看到伊开始输出，哦，开始有法度 copy 你咧做的代志。即条应该是你编的对吧？对吧？吼，就是你。但是咧，刷落来我就甲伊发扬光大，我嘛会晓啊。就是五只啥物的有无？即本册就是嘛是 Erica 的迄落智能3到动物园，伊内底就是咧算数，吼。我今日无查即本，就是内底就是为一只啥物，一只象、2只麒麟鹿、3只虎吼，安尼一直算出嚟。所以咧，内底有出现酷鱼甲高山仔，咱就拄啊好会使配合即条歌来算，即条念谣来算。啊，相关的佫足济啊，譬如讲，咱若是拄着鸭味啊，足济绘本内底嘛有鸭味啊，吼。啊，我为伊阮遐学着，安尼我嘛晓。咱就来编一个鸭味仔爱耍水，啊嘛是共款5只鸭味仔，来5只鸭味仔爱耍水，沉落去浮起来减一只，鸭味仔阿母呱呱呱，4只鸭味仔倒转来，好，安尼剩4只，4只鸭味仔爱耍水，沉落去浮起来减一只，鸭味仔阿母呱呱呱，3只鸭味仔倒转来。好，啊，最后咧，这就是家己会使去编啦，因为你编到最后，鸭味仔全部拢无去啊呢，安尼要安怎妈妈会伤心嘛。
所以佫最后一摆就是沉落去浮起来，全部拢走转来，安尼阿米仔是会转来。好。即本配合的即本册，其实无一定是配合装饰的hình即本啊，因为这内底拄啊好有鸭啊，因为足侪册可能拢有鸭，也是讲拄着甲迄个亲子的，你嘛会使配合即条，就是有妈妈有阿母甲囡仔的，咱嘛会使算即条镜头仔念。重点就是安尼，囡仔爱安尼算，了后恁会使亲子会使一个人做阿咪啊，一个人做妈妈。差不多裤鱼迄条，就是一个人做高山啊，一个人做裤鱼嘛，咱就是拢会使互动，会使算。好，所以咧到底要安怎发明遮个镜头仔念咧？有诶，就是为华语诶镜头仔念去改编，譬如讲，等下后一条，就是为华语诶去爱改编。啊无就是有一寡定会使 copy 使用诶，五只啥物五只啥物诶吼。我阁有后来我阁有编一个是五只猫咪哦。因为有即本册吼，即本嘛是咧算数字的，即本嘛介趣味，囡仔就爱看。即本是9只小猫呼噜噜，呼噜噜是咧讲因困的迄种声音啊。安尼你会安怎翻译？你会安怎讲即本绘本的名？甲我要翻看卖。无标准答案哦，毋免紧张，大家就是讲看卖。可能讲的恁想的可能甲我共款，可能甲我无共款。有人要讲看卖无？这个爸爸，高只猫，你就叫伊的呼噜噜嘛会使，因为呼噜噜就是伊的迄个猫咪的迄个声音，吼。因为伊是咧嗷嗷困，所以我即本我会讲高只猫咪嗷嗷困，拢会使。吼，即本放落来，伊就是咧会使带囡仔算数，高只猫咪咧嗷嗷困，就安尼尔。9只小猫呼噜噜，我甲翻做高只猫仔嗷嗷困。几只？咱来算嘛，1、2、3、4、5、6、7、8、9，然后带囡仔算。叮，一只猫仔真神啊，醒来了啦！恁会安怎讲？我讲真神啊，对吧？一只猫仔真神啊！哇，阁有几只咧困呢？囡仔就会想要去算吼。8只猫仔阁咧困，一只猫仔走去。有8只猫仔搁咧困，叮叮，2只猫仔真神啊！迄个叮叮是我家己配音的啦。反正大家咧讲故事的时阵，你就是会使用一寡声音，这就是一个启蒙囡仔的方式。每一个人的风格无共款吼。你若要教伊顶悬的，伊是咧讲2只小猫醒来了，喵喵，安尼嘛是，就是有一寡迄个模仿声音的词。安尼阁剩几只？反正咧，即本咱的猫咪慢慢啊，真神就走去。阁3只真神啊，阁走去。伊就安尼尔啦。你看这故事就简单的无？但是囡仔爱看无？就爱看的，因为伊的图足清楚，伊的剧情就是足单纯，但是因就会有兴趣去看猫咪，阁减一只，阁减几只，阁减几只。最后猫咪就一只拢走去啊。剩最后一只，搁咧困。叮，最后一只猫咪嘛真神啊！正边看看咧，倒边看看咧，一只猫咪走去啊！9只猫咪拢无去啊，走去倒位？走去找妈妈食奶奶啊！阮囝上介意煮啊，因为就是去找妈妈食奶奶啊，好，就安尼就遮最后搁算一摆，遮就有10只猫啊。因为即边搁是数字嘛，搁有猫啊，所以大家会使试看卖，你会使转去试编看卖吼，编一个会使，就是配合各种绘本啊，譬如讲即条我是家编做有5只猫咪对无？因是5只猫咪爱佚佗，算到半暝啊无要困，困醒来啊，困醒来啊，咚咚咚，困起啊！困醒是迄个瞌睡虫诶，
会使安尼讲吼。好啊，安尼就是用共款的模式啦，即种就是我会使家己编嘛。啊，你会使用即种模式，就是5个、啥物的，都会使发展足侪故事出来。吼，最后就是甲遮猫咪拢一只一只倒互困。迄着暗时囡仔困袂去的时阵，会使念即条。好。搁来，比如讲，即本册阿英的同齐，伊是台湾的蔡淑英老师，伊甲伊的细汉的记忆，甲伊画出来的，写出来的故事。伊是华语的，但是伊的册上尾也有台文的翻译。啊，即种故事咧，即本故事，伊就是真正是甲因古早的厝啊、古早的生活啊，拢画伫咧即个绘本内底。伊虽然毋是头拄仔我介绍迄种的，就是。譬如讲，伊内底的台词，伊的句型，都毋是亲像遐尔啊单纯，一直重复的吼。伊真正是咧讲一个故事，讲因兜安怎伫咧同齐生婴仔。啊，但即种咱就会使透过即种绘本，甲囡仔介绍台湾的，就是传统的文化吼。才袂互囡仔敢若知影圣诞节、万圣节，毋知影讲同齐爱生婴仔。好，啊，即条是我甲另外一个朋友做伙编的。啊，嘛会使做伙来，家念一下吼。咱迄落当年的同齐的时阵，就会使来念即条。啊，即个圆仔底一碗咧，伊爱有山吼。第一粒山，请剩2支大头母出来，啊，大头母连做伙，对，安尼就是一粒山咯，吼。啊，等下每一支镜头啊，剩出来就会搁加一粒山吼。咱准备哦，来，一粒山。2粒山，3粒山，4粒山，5粒山，拢总5粒山。手底手盘，圆仔底一碗，你一半，我一半，啊感情才袂散。最后一句就是要创啥咧？就小咱嘛吼，对，感情才袂散。就是会使，你看这就是有底蕴吼。阮迄阵啊编即条嘛是开一寡时间，因为有改过，想讲要安怎改才会使互伊念起来有押韵安尼。啊，今日嘛分享互大家，就是一个就是其实拢是会使家己去编的吼。啊，台语华语、英语会足济的，啊台语会较少，但是毋是无吼，就是咱会使家己创造。好，最后一条啊，即条嘛囡仔足喜意的，这是甲果子有关系的。我阁想无载即本来，即本是果子牛药味菜，这是台语写的一本绘本，吼，内底就介绍足侪种的果子。啊，其中咧木果即条嘛是义阮编的，啊，伊即个就是为华语原本就有即种镜头啊念，啊，伊为华语翻过来。即个足简单的，因为咧木果吼，就是安尼一粒，大家人拢有一粒木果。啊，木果伊的特点就是伊内底有足侪籽嘛，所以咱等下爱来乌籽哦，吼，啊，先做伙念木果甜，木果香，木果切一半，家籽乌乌咧，家籽乌乌咧，一边互你食，一边我家己食，吼。啊，即个囡仔会足喜意的哦，会使真正就是一直念。阮兜即个2岁的迄种的就足喜意的，2岁即种年龄的就是足喜意的。啊，若是去外口亲子馆讲故事，3、4岁的囡仔，吼，因对即种念谣的反应就会足好。因可能平常时无啥咧听台语，吼，但是亲像安尼简单，啊，佫有动作，佫趣味，吼，你当然就是伊爱先知影木果是啥物嘛。若是你有法度摕一粒木果切互伊看，安尼佫直接佫愈连接佫愈强吼。啊，迄落最后你要一边互谁食，这就是会使算的。最后囡仔会咧讲，我拢要家己食，我无要互你食，哦，嘛是有可能。好，这个是为华语原本就有诶一寡镜头仔念翻过来。其实足济诶，咱若是你无灵感嘛，是会使去直接找华语诶，啊，家己翻译看觅。好，那拄则咧，即边是讲，配合绘本内底出现过诶物件，啊，咱会使去找镜头仔念，吼，带囡仔用家己诶手，甲遐个物件佫念出来。啊，刷落来咧，要讲诶是用唱诶，就是绘本用唱诶。
等我一下哈。即个用唱的啊，我感觉台语就是足适合的，因为台语的声调本身读起来就亲像咧唱歌，吼。啊，你用念的吼，有时啊囡仔就是听无，但是咧，若是用唱的，因的耳仔拢会拢会转过来，拢会想要，拢会较好去吸引囡仔。迄就是音乐本身就是较有吸引力，所以有时我就是调工用唱的去用唱的方式来讲绘本。啊，唱的时阵啊，咱嘛毋是讲为着要甲伊舞到足复杂的，颠倒是爱用，我会用固定的旋律、固定的一句话，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甲他们带的原理共款。所以迄本册讲听了后，伊就对迄句话就足有印象，啊嘛知影讲你咧创啥。啊，伊爱先有遐尔济听的机会，慢慢啊才有信心会使开喙讲。这是阮要对囡仔讲台语的时阵一个足重要的原则，就是毋免赶紧要求讲伊爱开喙讲，因为你若是无机会一直听到伊是无法度输出的。亲像翁婴仔拄出世，到伊有法度讲第一个字出来，伊看头前伊是听偌济摆，对无？所以你哪有可能要求讲，你甲伊讲2点钟了，你就叫伊来讲台语，哪有遐紧的？啊无你真正今日去学其他的外语，你嘛无遐厉害啊。但是咱足侪大人介奇怪，拢会怪囡仔讲，哦，你哪会袂晓讲台语？啊，人咧讲，人拢会晓啊，你拢袂晓，啊，毋就是你无甲伊讲啊？哦，迄是大人的责任啊。好，安尼就是音乐的部分。譬如讲咧，即本倒位，即本嘛是应该大家拢看过的，对无？有囡仔的人应该拢看过即本。啊，伊即本就是要找迄只即尾鱼嘛，伊伫咧即本册内底四个味。啊，即本囡仔足介意的，细汉囡仔，因为伊就是想要去找鱼，吼。一直到幼稚园、中班、大班，即本册拢抑阁会有兴趣的哦。啊，咱若是要讲互啊无啥会晓台语的囡仔听，即种册就是介简单，因为伊就是足好理解的，吼。啊，而且咧，我着经自头到尾，我着经一句话，我就是问讲细尾金鱼，细尾金鱼，你伫倒位？就即句话尔。无啥照伊内底的文字啦，伊内底，等下我念一摆互恁听吼，就是我哪讲哪唱，哪讲哪唱。啊了后，我会邀请囡仔会使找到的时阵，就爱替迄只鱼仔讲，我伫遮，我伫遮，我伫遮味。好，我来徛唱。即本细尾金鱼走去啊，较袂讲小金鱼啊，咱台语就是爱有一个量词，爱有一个量词在里面吼。好，细尾金鱼住伫鱼肚仔内底。鱼缸的讲法应该嘛足侪种的，恁会使去查看觅，看你要用倒一个。哦，伊走去啊，逃走了。我就直接讲走去啊。哦，应该无人台语无咧讲逃走啦吼。恁若是照字翻，有时会互迄个华语卡掉咧，所以你会使用较口语的方式去。你看图你嘛知影讲，哦，伊走去啊，咱就会安尼讲吼，安尼就会使啊。细尾金鱼，细尾金鱼，你伫倒位？伫倒位？这时阵，你若是甲找拄到囡仔头前，伊一定拢想要去甲伊找出来吼。哈，找着啊！我伫遮，我伫遮，我伫遮味。我甲即句话就是重复几啊摆吼。过来，哦，伊又搁走去啊！细尾金鱼，细尾金鱼，你伫倒位？有找着无？哦，伫遮，我伫遮，我伫遮，我伫遮味。若是大家有兴趣，以后要去做迄种对亲子讲故事的讲师啊，因为即马大人大部分拢搁会晓讲台语，是因拢无咧对囡仔讲。啊，安尼的讲法咧，就是我就会邀请下骹的大人拢做伙唱，其实大家就拢会对咧开喙，啊，互因的囡仔拢听着讲啊，爸爸妈妈嘛拢有咧讲呢，啊，因就一开始就是会听甲足专心的，吼，啊，规本册了后，哇，又搁走去啊，安尼伊对他们带用内底的即两句，伊就会足有印象的。细尾金鱼，细尾金鱼，你伫倒位？我伫遮，我伫遮，我伫遮味。啊，即种美小吹啊，其实嘛是囡仔足介意的活动。
所以我就是伫咧亲子馆讲了后，有时仔就会甲因算米小锤。米小锤安怎算咧？有时仔搬一块刀啊，一块布卡咧，就互囡仔咪因就足欢喜啊吼。细汉囡仔4岁以下拢可能这种拢阁算会起来。好，即个是用唱的哦，佫会使安怎唱呢？咧唱的时阵，就是经一句内底的关键句，无一定爱照册内底的文字。就是迄是我想要强调的，因为即马咱设想讲咱的对象可能是听无台语的，吼。若是听有台语的，亲像阮兜的囡仔，我即本册就有足侪种讲法啦。咱可能一夜就伫咧看规半部，譬如讲一夜，咱就会使看讲，囡仔就会看到讲，哇，遮有麒麟鹿，遮有枪，有火箭，有啥物的，咱一夜就会使做足侪代志啊，吼。这就是无共款的程度的囡仔，会使用无共款的方式读共一本册嘛。若准讲今仔日是讲互袂晓台语的囡仔，吼，差不多迄种方式啊，99%因拢会留落来听，拢会想要继续看，家看落去，听落去。好虽然讲咧，我毋免照即个绘本内底的字来发挥，你嘛毋通差伤远啦吼。就是原则上，因为我是用绘本嘛，我用绘本的目的是希望囡仔会使教伊册，会使去注意看讲，册内底有足侪趣味的物件，所以册是我的重点，我就袂安尼家己加足侪有诶无诶伫咧内底。拄则咧的做法就是恁嘛有听到，我是唱固定拢是唱迄句，但是咧会人有时会甲因对话会讲，反正这嘛无人规定讲要安怎做，你就是会使。就会使迄落用家己的方式去运用。我咧编的时阵嘛是会先想过讲要希望安怎甲囡仔有互动。譬如讲我差不多就是爱互因去找内底的鱼。即个就是你伫厝内底甲家己的囡仔看，伊嘛是拢会足介意的，拢足爱找的。设定适合伊的程度的词去鼓励伊讲。我伫遮就是3字尔。这是因有法度听几啊摆了后，伊有可能就会晓讲啊。就算讲伊听即本听了一摆无法度，其实囡仔的一本册会想要听几啊摆的。你着加讲几摆，伊最后就是即个字，伊就即个词伊就会学起来。了后你才直接去甲伊算，日常先算米小吹的时阵啊，即句会足好用的。阿强你伫倒位？了后伊有一工就开始家己扛起来讲，阿强无去啊，阿强伫倒位？吼，这就是生活中咱就会使使用。米小锤是一个囡仔足介意的主题。过来即本呢，伫遮，这嘛是足趣味的一本绘本。好，小蛇肚子咕噜噜，你们安怎讲？小蛇啦，小蛇会使无？细尾蛇啊，因为他们都讲。迄落上好莫讲小蛇，那个是华语的语法。台语咱会放一个量词，较需要一个，譬如讲小碗的饭，咱是讲细碗饭、大碗饭，拢会有一个量词伫内底。细尾蛇肚子咕噜噜，就是伊巴肚最枵的意思啦吼。咕噜噜啊，我伫咧问过足侪人，敢若台语无一种状声词，所以我家己家发明，号做叽叽咕咕安尼吼。好，来即个。因为伊就是一个剧情一直重复的一本绘本，敢有人看过即本？即边无吼？有人看过吼？介趣味，就是这尾细尾蛇，伊巴肚枵啊。细尾蛇巴肚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好，开始咯。细尾蛇啊，细尾蛇啊，踅啊踅啊去散步。巴肚枵甲叽叽咕咕，伊看到一粒啥物？好小孩若是迄袂晓台语，就甲你讲苹果嘛，你就甲伊讲对，是苹果。伊看到一粒苹果哦，细尾蛇巴肚就枵啊，伊就想要食到巴肚内底啊！嘿，苹果咧，伫巴肚内底了，无去啊！无去啊！过长工，伊巴肚个枵啊。细尾蛇啊，细尾蛇啊，踅啊踅啊去散步，巴肚枵甲叽叽咕咕。伊看到一个金蕉，
洗袂抓就枵诶，伊着食到巴肚内底啊！紧招咧，无去啊，伫巴肚内底。这吼，拢直接用全台语讲，囡仔拢无问题，因为伊拢知影你咧讲啥吼。啊，就是沉浸式的语言学习啊，慢慢伊会 catch 到内底的一寡物件。好，刷来食饭完，拢用共款的方式。啊，过来咧，这是葡萄，食落去变安尼。过来一粒是往来。同款哦，细尾蛇啊，细尾蛇啊，蛇啊蛇啊去散步啊，个食落去，吼，变安尼。所以即个趣味的册，囡仔知影伊要创啥，伊就会足期待讲，等下佫会变做啥物。啊，袂了哦，过长工，细尾蛇巴肚佫足枵的。细尾蛇啊，细尾蛇啊，蛇啊蛇啊去散步。巴肚枵甲叽叽咕咕，伊发现一丛苹果树呢。安尼细尾蛇想要创啥咧？细尾蛇啊，细尾蛇啊，蛇啊蛇啊爬上树，伊爬到苹果树顶了后食到巴肚内底啊！这就是即本足趣味的故事。啊，即条歌就是我家己编的，啊，但是我就是设定讲，我要用迄几句啊话，啊，甲伊用唱的。安尼囡仔伊逐摆听到迄个有旋律的物件，因会足有兴趣一直听落去的。吼，这就是。好，这就是用唱的比用讲的更较好听，我家己是安尼感觉啦吼。啊，实际上的实验的效果嘛是去讲故事的时阵用唱的，拢囡仔反应介好。啊，亲像即都有英语版的啊，大家有应该嘛知影即本册嘛？这嘛是经典啊。英语版的因就是用迄落啥物个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red bird looking at me。就是伊个内容拢是共款即句，一直唱。就是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我看到一只红色的鸟。安尼，你无看过即本对无？恁囝还未生出来，生出来即本就是你一定嘛会读过的册。好啊，我想要用台语来唱，但是咧，台语唱无一定适合用同一条歌的旋律，这等下会解说一下。因为咱台语是声调语言，声调语言的意思是讲，你的声调若是毋对，伊的意思就会毋对。英语无差，英语共一句话，你毋管用啥物曲，你去唱拢无问题。但是台语就会小可有问题。吼，啊，咱即马咧，所以上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决定我要安怎，我要选啥物台词了后，吼，啊，我就是用伊的台词去唱，看卖，吼，可以照伊的迄个音调的关关价价，吼，来去你去唱出来。所以我即条的唱法是，就是棕色的云，你咧看啥物嘛？棕色的还是咖啡色的拢会使，吼。棕色的云，棕色的云，你伫咧看啥物？我看到一只红色的鸟仔咧甲我看，一个红色的鸟仔。若是迄落下骹是囡仔，还是下骹是大人，我就会伫即个时阵邀请因甲我做伙讲红色的鸟仔，嘿，红色的鸟仔。红色的鸟仔，红色的鸟仔，你伫咧看啥物？我看到一只黄色的鸭咧甲我看，黄色的鸭，黄色的鸭。唱到第三摆，下骹的人应该拢会使做伙唱啊。黄色的鸭，黄色的鸭，你伫咧看啥物？我看到一只蓝色的马仔咧甲我看，就安尼一条，就会使自头唱到尾。
啊，最后就变做大合唱，啊，大家拢会足介意的吼。啊了后，即本册你看伊遐尔啊简单，但是伊其实会使做足侪延伸的活动，因为囡仔伫咧内底认动物啊，啊认色水啊，所以就是我看觅我有藏无？有，我就透过一条歌，我先用唱的，安尼念过一摆，了后因就拢看到内底是啥物嘛。啊，刷落来咧，我去找，我就做一寡图卡，放伫涂骹嘛好，搭伫壁顶悬嘛好。了后我请囡仔爱去找讲我唱着倒一只，啊我就凊彩显啊。比如讲一开始棕色的云，棕色的云，你伫咧看啥物？注意咯，棕色的云看到啥物咧？我看到一只白色的狗仔咧，甲我看。爱囡仔爱去讲白色的狗仔。啊，因为因若是干那听我讲白色的狗仔无配图，拄开始迄种听无台语的囡仔，伊可能毋知你咧讲啥。但是咱即马就是爱互伊有意义的输入，所以伊看到即个听到白色的狗仔，伊知影我咧讲啥物，啊伊该去找，空去拍迄只白色的狗仔吼。啊，这就是会使有一个互动，啊，互囡仔透过安尼，伊会使一直听到遮的物件哦，听几落摆，啊，因拢会足想要起来耍的吼。好，这是一个会使透过即个绘本耍的游戏。搁来咧，好。啊，拄则讲迄落台语的歌词，你无一定适合配固定，就是譬如讲，迄落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伊就无一定适合你直接用嘛，因为伊可能伊的迄落声调悬低吼，毋对，意思就会无共款吼。啊，即边是咧讲台语是声调足丰富的，阮有7声8调，吼，即个阮透早嘛有介绍过，今仔日才有新同学，咱做伙念看觅哦。迄个第2个口诀，动物8声调，动物8声调，迄8只动物就代表台语的声调，要做伙念无？狮、虎、爸、比、狗、象、鹿，吼。啊，下骹咧是咧讲变调啦，变调就是台语的每一个字拢有本调。啊，加伊要变调的迄个调，吼，因为咧华语嘛有，华语是总统好3个字拢是3声，对无？但是咱咧念的时阵，咱会讲总统好，头前2个字会变调，会变做2声，啊，这就是华语的变调规则。但是台语的变调规则是每一个字伊拢有本调甲变调，而且伫一句话内底，干那最后一字毋免变，头前全部拢爱变。所以看到下骹即句大概念会出来嘛？恁念看觅。嘿，我要食牛肉面，啊，恁拢已经变调变了啊，恁敢知影？毋知，为虾米呢？因为我迄个原本迄个字是爱念我即摆若是拢用原调，伊的本调念起来会是我要食牛肉面。我差不多即摆念的是每一个字的原调，伊的本调，但是咱台语人的头壳足厉害的。吼，咱咧念的时阵，已经自动甲头前迄5个字，我要食牛肉面，你已经甲伊变成我要食牛肉面，就是拢已经变过啊吼。所以这是台语最厉害的所在。你敢知影？你毋知影？吼，对，安尼去学台语足趣味的。所以咧，譬如讲《皮皮猫》即本内底，伊就迄只猫仔就伫咧内底唱歌，这就是伊的歌词吼。伊就是一只迄落鞋仔垃圾去了后，啊，伊就爱伊的鞋仔，伊即条歌叫做《我爱我的白布鞋》。来，恁要唱看觅无？先用台语讲一摆。足简单对无？啊，因拢是共款一句话嘛。啊，刷来咱就爱决定讲要安怎唱啊。你会使家己编曲啦，啊嘛会使去找编的起来，甲伊斗起来。哦，譬如讲。我唱讲，我爱我的白布的白布的白布的，我爱我的白布的，我爱白布的。吼，啊，最后你著迄个有时啊，咱爱知影迄个台语的声调，迄个音著爱小转一下。吼，白布的是一个悬起来的音，所以唱的时阵
你爱悬起来，你袂使讲我爱爸步安尼就意思就毋对嘛吼。啊，即个变调的问题啊，我会使请阮的乐团的团长来甲大家介绍一下，敢是有？我看觅，我是放伫倒位？放伫遮。伊有一段短的影片来解说即个颠倒音的问题。即马敢看会到我的画面？线顶的会使吼？毋过无声呢，敢是无声？哦好，安尼声才倒起来。就是讲咧，大家若是要用唱的时阵啊，爱知影讲词甲曲的，就词的声调甲曲的迄个音调，袂使行颠倒平吼，啊无有可能别人就听无，甚至有可能造成误会，就是意思完全无共款。安尼咱来听看觅，迄边会使吼？即个。敢有声？无声呢？我这无声。有啊，我拄则放啊，无声。爱较大声。好，来来。思念的河，一摆搁流一摆，颠倒音对流行歌的影响。好。我直接跳到后壁吼。上尾要甲词曲夹起来的时阵，拢爱斟酌检查，敢有存在颠倒音的问题。那安尼，什么是颠倒音呢？颠倒音简单讲就是词本身的声调甲曲行的方向倒摆，一个落外，一个唱悬。颠倒音会让人听无歌词要表达的意义，较严重的有可能会害人误会。举一个，若是有一句歌词，思念的河，一摆搁流一摆，作曲家做的曲，若是唱起来就是思念的河，一摆搁流一摆。啊，若写做唱起来就是思念的河，一摆搁流一摆。是毋是真紧，敢若无啥共款？所以今仔日要讲。好，安尼就是讲，迄落这是台语甲其他的无啥调语言无共款的所在，大家要用唱的时阵，小可知影一下吼。啊，毋过不要紧啦吼，就是拢慢慢啊练习安尼。好 ，OK， 好来，这边是咧讲用唱的，比用讲的较好听、较趣味。搁来咧，咱就会使进入到另外一个，就是会使用算的。吼，譬如讲咧，我这本册伫倒位？哦，伫遮。哦，譬如讲有一寡册是算色水的，色水的颜色啦吼。啊，这本叫做《好多颜色的巴士》，来要安怎讲？大家来练看觅。足侪色水的巴士会使吼，但是恁敢会感觉小可无顺？足侪色水，其实好多颜色嘛是同款的意思啦吼。啊，我若是甲伊讲做色水澎湃的巴士，嘛会使吼。所以咧，无一定讲爱安怎现，我就是咧，大家会使去试看觅，爱愈讲愈有经验，你愈有法度去卖互华语的语法束缚。啊，但是这就已经是咧练翻译的程度啊，这咧无足悬的吼。其实迄是一个翻译是一个专业，但是因为咱即马台语的绘本无够济啊，咱若是想要透过即种其实足适合互囡仔入门的吼，其实拢加减需要家己去翻译，但是咱着互家己讲甲会顺上重要吼。好，啊，即本呢，即本伊足简单的，伊就是有无共款的色水澎湃的巴士。好，红色的巴士到站了，红色的巴士到站了，就这样一句话尔。过来呢，番茄咕噜咕噜滚下来了，这恁嘛拢会晓吗？要安怎讲？柑仔蜜咕噜咕噜咕噜连落来啊！骨溜溜的塔裤上车咯。
黄色的巴士到站咯，伊就安尼尔，就是无共款的巴士来，啊无共款色的物件落车，亲像即个欧姆蛋要安怎讲？欧姆嘞，对，直接讲会使。阮兜有家己号一个名，因为即种卵伊爱淋牛奶油啊，安尼煎甲软软，有无？所以阮兜甲号做软软卵，因为是软软的卵。好，黄色的软软卵落车咯。啊，过来咧，黄色的天青上车咯。啊，若是安尼念啊，有时啊我就是你甲囡仔讲无问题，但是我伫咧团体，譬如讲亲子馆啊、幼稚园啊，我就会小可加一寡料，但是加一寡料，原则上无离伊的绘本伤远，我是互大家会使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就是我会加声音。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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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色的巴士到站咯，对我做。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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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色的巴士到站咯。哦，你迄边就有囡仔就足认真开始叭叭叭吼，啊，就安尼尔，就是加一寡节奏，就会互规个册听起来无共款，大家都足有精神的，就会对咧做伙念吼。青色的合同落车咯，青色的合同落车咯。哇！谁上车咧？树啊！啥物色的树啊？青色的树啊，上车咯，毋是？哦对，上车。好，啊，小等一下，有人无上车哦？是青色的牛啦，伊无坐着车啦。哦，这台是啥物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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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巴士到站咯！哇，黑色的海洋落车咯！咱差不多拄开始才学过，对无？即摆大家遐黑色的海洋落车咯，上车，乌影上车咯。终点站呢，足侪车来啊，对无？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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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水澎湃的公车，小水澎湃的巴士拢到站咯。了后，有足侪旅客拢落车咯。即个嘛是足简单，但是足趣味的故事。啊，囡仔子也嘛会使看足久的，因为你着看啥物物件，伫咧内底就会使看介久。啊，而且呢，足侪绘本伊拢有设计一寡趣味的线索，吼。比如讲，伊最后一页画这2、3、4、5、6、7，伊搁加画7只，毋知啥物物件伫遮，对无？其实伊是对，伊是差不多的运奖，吼，每一只的运奖就是拢伫遮，吼，安尼。所以一本趣味的册会使看足侪摆的，吼，囡仔真正会使看足侪摆。啊，迄落伊内底的图的趣味啊，有啥你看到第10摆，你阁会有新的发现吼，发现之前无看过。啊，亲像类似咱安尼的册，咱因为伊是涉水嘛，啊涉水咱就会使甲囡仔耍涉水的游戏，吼。譬如讲，我伫咧亲子馆幼稚园，我就是甲公车印出来，啊了后嘛印一寡无共款涉水的物件，互囡仔练习听甲讲啦。吼，即边我就是设计互因会使听甲讲。啊，拄则念故事的时阵，迄个 tempo 啊直接继续用来遮个活动。吼，我一台公车驶出来后，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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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的公车到站咯。啊，即个时阵，你手里摕红色的物件的囡仔，你着爱互你的草鱼啊、西瓜啊、苹果啊，会使上车。啊，若有时间，咱就会采一项一项，吼，讲互因听，甚至邀请因讲，红色的草鱼上车咯，红色的西瓜上车咯。这就是共款的句型，但是我中央的物件换掉，一直讲，安尼因就是会使吸收着讲，知影讲，哇，就是上车落车，安尼就会晓啊。吼，啊，这嘛是足生活，因为你可能会带囡仔去坐公车啊，咱日常生活拢会用到的物件。
好，啊，搁来咧，这是伫倒位咧？伫遮唱伫巷遐，亲像即种，这其实足侪都是日本的，对无？啊，日本的绘本，介济是即种迄落趣味的，会使，敢若看册你就感觉足有意思吼。即本是咧讲唱伫巷遐，啊，恁看即个外口封面，伊就是有已经就看到足侪动物啦，对无？有啥物是恁认得出来的？虾啊，哦，鸡啊对。搁有咧，长颈鹿安怎讲？麒麟鹿，有龟，啊一只，迄落螳螂安怎讲？若是袂晓，你着去查字典吼。我直接甲恁讲草猴，因为伊的手亲像猴共款吼，草猴。啊，亲像即种的，咱就是透过绘本，你为着要讲，你着去查啊，我着学会晓，原来叫草猴。吼，啊，出去外口的时阵，有时真正着看会着草猴嘛。阮囝就是拢有掠过伫咧山顶。好，唱伫巷遐，秋龙啊，唱伫巷遐，一句话尔，伊每一页都安尼一句话，啊问你唱伫巷遐，所以囡仔爱去观察迄个图，唱伫巷遐，因拢会要记互你看，唱伫巷遐，看出啊，即只对吧？哦，唱伫巷遐，唱伫即只鸡仔头顶，起面。牙刷啦吼，起面唱伫巷遐，哦，拢是酷鱼啊，吼，你着爱讲倒一只，啊无因其实拢用记的啦，直接用记的较紧，吼。搁有咧，梅啊唱伫巷遐，哦，梅啊伫遮，伫伊遐，唱伫伊遐，哦，辣椒唱伫巷遐。哦，唱伫伊遐，唱伫遮，哦，即边就有遐甲遮，就是较远的，你会讲伫遐，啊，我若是记会得，就讲伫遮，对吧？好，啊是无啊，你拢是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物件嘛。哦，帽子藏在谁那？就无啊，唱伫巷遐。哦，囡仔个，伫遮，哦，伫遐，哦，好，一项安尼算，哦，这是滑板车，安怎讲？啥物？跑啥物？哦，步练的，那真厉害。步练车，阮兜是用来讲滑步车。滑步车坐伫顶悬，两只脚安尼，真正是步练的。啊，即种是你一只脚踏伫顶悬，啊，一只脚撸的即种的。跟甲迄落就是厨房啊啦，厨房啊车，因为迄种滑板的，或者厨房啊摕来厝的，所以即种会使叫厨房啊车。好，啊，即本呢？其实就是互囡仔去找物件，啊，而且伊其实嘛有数量藏伫咧内底啦。伊一开始是两只鸡，啊，3只酷鱼，4只。我感觉这会使讲肉，看恁还是小型原熊哦，因为这是日本人画的，就即种物件台湾无，安尼会使家己家己号名安尼。好，啊，即种的咧，就是故事安尼看过去，吼，即种的就是咧找图啦，吼，啊，你嘛会使学着句型，就是唱伫巷遐，哦，伫遮，还是讲伫遐，啊，咱会使安怎算咧？就是我敢有藏出来，我嘛着印一寡迄落图卡，啊了后重点是咧，我会甲囡仔算藏物件，因为伊就是要看藏伫巷遐嘛，所以我着来藏。你看，这是啥？秋龙嘛，对无？秋龙，啊，这个咧，无啊，对无？无啊，嘿，我着甲滴到囡仔的身躯顶，窜到因的身躯顶哦，啊，啥物，迄个鉛笔啊，还是起面啊，拢甲伊窜到因的身躯顶，啊了后，煞来我着要抽迄个图卡，抽一张是迄个秋龙的，着爱问因讲秋龙藏伫巷遐。
伫遐对无？伫遐啊，伊就爱讲伫我遮哦，所以咱会使算伫遐伫遮，好啊，伫遐伫你遮吼，安尼就找着啊。啊，无啊咧，无啊，藏伫啥遐？伫遐。好，多谢。这就是会使家己甲迄落用，甲囡仔用算的，啊，哪算哪有机会去甲贪拄仔的迄落内底的句型，拢甲摕出来用，实际上甲摕出来用安尼。好，所以一本绘本本身就真有真会使做足侪代志的。啊，咱若是佮延伸家己甲实际上，吼，毋管是贪拄仔讲镜头仔念啦，还是讲即种互动的游戏夹做伙。就会使加算足侪代志，加安排足侪活动的。好啊，比如讲，阁有一本就是甲菜色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台湾的画家画的，伫遮。这本是《我的蔬菜宝宝》，蔬菜宝宝会使安怎讲？菜色 baby 有人讲啊，对无？啥人讲啊？你会讲菜色 baby 哦？啊无我听啥人讲？哦，好，菜色，我嘛会讲 baby 啊，无去讲菜色婴仔，婴仔就是小宝宝嘛，红婴仔、迄婴仔拢会使啦，看你要安怎讲拢会使。吼，啊伊即本，这拢是咱平常时灶骹会出现的物件。伊讲做伙来去找菜色婴仔咯。哭哭哭，请问你是谁？这是顶悬写的文字，就安尼尔。哭哭哭，请问你是谁？啊，因为要哭哭哭，所以我拢会哭哭哭，请问你是谁？是谁？哇，是柑仔色的红菜头，柑仔色的红菜头。过来，哭哭哭，了，摕落去，对，啊，搁会使摕落去，互囡仔哭哭哭。吼，这就是利用即个绘本创造一寡互动，因为因敢若听，啊，若是会使参与，囡仔就会较有兴趣。吼，啊，即种参与哦，你嘛会使看得出囡仔的个性。就是咱咧讲故事的时阵，一场内底有的囡仔就一直要唱，安尼空空空，一直足大力的要甲伊空。啊嘛，有的囡仔一开始拢无爱，但是一直到最后，伊愿意伸手讲哭哭哭，就是迄个时间，伊需要较长的准备的时间吼。嘿，啊，拢会使，但是这就是因为因我拄则讲的遐个囡仔，因可能拢听无啥有。但是伊到后壁，哦，伊较安心啊，伊知影讲你要创啥，伊感觉伊家己有把握有法度做啊，哦，因为这就是一直重复的效果，一直重复，伊就慢慢就毋惊。一开始会惊，拢是因为无了解，哦，所以咱就用互伊理解的方式，放心，知影讲，其实伊是看有的，伊是会使听有的，吼，安尼因就会慢慢会使来参与。哇，是汉字。哭哭哭，哭哭哭，请问你是谁？是菜头。哦，好，啊，即种的，因为遮个物件拢是厝内底有可能定定看到的啊，所以即本讲了足简单的代志，就是甲遮个迄落食物刻出来，互因摸看卖、片看卖，甚至甲伊册都开啊，啥物拢会使。好，这个是哭哭哭这本。啊，过来，亲像这种，大家安尼看，我毋知影恁平常时，大家介意拣的绘本是啥物款的？我今仔日拣的，因为拢是设定讲初学者，还是设定讲年岁较细汉的。其实有的可能到，亲像这本，若是到国小低年级，拢个会有兴趣，吼，拢会好耍。迄落细尾蛇迄种的嘛是啊，吼。啊，简单的绘本，伊其实吸引咱足大的吼，因为囡仔就是需要足大的图，其实嘛无一定是大，但是因的主题足明显的，吼。啊，共款的一寡原则吼，就是一直迄落内容一直流，啊，其实甲因的生活拢小可有关系，甲因的生活足密的，毋管是米烧炊啦，哦，伫倒位啦，创伫啥遐啦，吼，遮个语句对
迄落袂晓台语的囡仔，吼，透过即寡绘本，伊拢会使足紧着，会使听着、学着遮个物件。啊，重点是咱刷来伫日常生活中，你着甲遮个语句摕出来用，啊，伊着袂干那停伫咧绘本内底。好，过来咧，我即马几点？35分。啊，七的即种的，就是我无今日无揸即本，叉叉叉啦。咱台语应该袂讲777，对吧？你会讲77的，嘿。好，我今日是炸伊的另外一本，即个林明珠的即套有另外一本伫倒位？对啊，手春伫遮啦，手春出来，伊就是画即种的，就是幼囡仔的足介意的，因为伊就是甲幼囡仔的生活足密的，伊就是互一个囡仔咧穿衫啦。穿衫的时阵，你会发生啥物代志？哈？哎呀，穿袂落的，春袂出来，有无？即本就是安尼，手春出来啊！哎呀，哪会拢看袂着？手伫倒位啊？手咧？哈，手春出来啊！啊头咧？头伫倒位啊？哎呦，头出来啊！啊面咧？面伫倒位咧？嘿，面出来啊！目睭、喙拢出来啊！啊，搁有一支手伫倒位咧？搁有一支手，哇！另外一支手嘛伸出来啊！啊，即马骹伫倒位咧？骹伫遮，骹伫遮。另外一支骹伸袂出来。伸出来啊！另外一支骹嘛伸出来啊，全部拢伸出来啊！手、头、面、骹，全部拢伸出来啊！安尼伸出来啊！吼，啊，敢有看过即本？足生活化的。即个好的绘本，伊就是甲遮尔啊细项的代志，为囡仔的角度去甲伊画出来。囡仔有爱看无？足爱看的呢，足趣味的，就干那安尼就足趣味的。算了，看了后，咱就甲伊的布仔摕出来穿衫，哪穿啊？差不多的头啊、手啊、骹啊，你甲布仔穿衫的时阵，就搁会使继续用。所以亲像类似遮的故事，大家未来若是要去囡仔的学校讲故事的时阵，拢足好用的，拢会使。因为我昨才去阮囝的学校讲故事啊，中班啊，讲了后，迄老师讲，足好诶，因为因囝已经国小啊，因讲因的台语老师足歹诶，就是互囡仔足无爱台语课。但是这就是即摆就是安尼较无彩嘛吼，若是咱做家长的，你有闲会使去讲，你上无你就互囡仔有机会用足趣味的方式接触到一个新的语言，接触到台语安尼。过来，好，这就是我家己，因为咧，每一个人咧讲故事的时阵，有个家长足够做手工的。迄嘛足好诶，带囡仔做手工。我本人手足好足含慢诶，我袂晓做手工。但是我就是去想一寡为绘本延伸出来诶活动。原则上就是利用绘本内底诶遐个语词、遐个句型，去发挥到甲囡仔会使互动诶游戏。目标拢是共款，就是增加有意义诶事字，其实所有诶语言拢是用即种方式。我诶物件拢无介复杂，就是亲像你差不多看诶帽啊、鞋啊，迄种生活中我都会使摕到诶。囡仔嘛，都是因足日常诶物件，伊会使透过即个机会加听，甚至我鼓励伊讲。阮差不多我有讲着讲，就是讲台语，这是大人诶责任，咱爱定定讲足济，互伊有机会一直听，伊才有可能会讲。但是咧，若是咧透过即种趣味的活动，伊无压力，伊感觉好耍，安尼就有机会会使鼓励伊讲。譬如讲，拄食迄落巴士要上车，有无？我就会邀请因讲是啥物物件上车，上无伊会使讲啥物色的，红色的，因为咱一直听红色，啥物色，即种时阵，伊就是有法度伫咧现场，伊就有可能愿意开嘴讲。
游戏啦，吼，游戏就有即个鼓励因开喙讲的效果。啊，毋管因安怎，只要因愿意讲，拢爱甲因学落吼，因为这就是互伊有一个足正向的经验。好，啊，毋过咧，我拄则安尼搬遮济啊，嘛是伫遮爱提醒大家讲，囡仔咧看册的时阵，伊无一定是甲咱想的共款，为第一页照顺序看到最后一页。伊有时啊刻过来，就为中间就向讲妈妈讲，就为遐开始讲啊。吼，啊，咱其实爱互囡仔做阅读的主人。无一定讲一本册爱照啥物款的规矩来讲，强读重视的是迄个过程，毋是结果。因为咱一本册会使看几600摆，哦，啊囡仔伊逐摆拢是伫迄个当下啦，就是伊即摆看到倒位，伊就是想要甲戏啊有互动，哦，啊咱就陪伊做伙为戏啊开始算。所以一本册要听20摆啦，就是有可能你会使发展20种讲法吼。对家己的囡仔吼，毋管是讲的方式啦，还是讲恁听伫无共款的画面内底去看内底的图啦，去讨论啦，去讲啦，吼，还是讲就是换台词啊，语言的游戏啊，还是讲伊无照顺序，吼，还是讲有时啊哦，伊会要求讲你莫解说遮济，你就念互我听就好啊，吼，伊干那想要听你讲。啊，有时啊，伊就有意见的，伊想要讲互你听，这拢是囡仔伊咧甲即个册互动，哦，啊，咱就是做陪伊去迄落做伙去熟悉册的大人安尼，哦，互因做阅读的主人。拄则我表演的遐足侪是我摕去幼稚园还是亲子馆用的，个教案啦吼，啊，嘛会使摕来甲家己的囡仔做，若是家己的囡仔做，恁会。就是袂遐尔啊结构性啦吼，因为着较自由啊，算到倒位讲到倒位，还拢是有可能的。啊，你嘛会使定算有一摆安尼。好，啊，最后咧嘛要推荐讲，因为咱一直讲会使延伸出去嘛，册看了后，会使透过其他的方式，搁去加强伊伫拄仔伫咧册内底看到的物件、听到的物件。所以，譬如讲，即本《手春》出来啊，伊内底讲着面啊，面顶悬有啥物？鼻啊、耳啊、喙，哦，啊，这咱就是有一条歌叫做《古水的囡仔》，这是阮台语路亲子乐团的歌。啊，敢有放歌？我看觅，哦有。歹势，这是广告。好，咱来，互咱听一段。迄边有无？好，这是阮台语路亲子乐团做的歌。台语路亲子乐团是安怎走出来的咧？就是因为咧，中学的时阵啊，想要教囡仔唱歌。你看迄落英语的囡仔歌、华语的囡仔歌有偌济，对无？迄成圈你坐伫遐，你就会使唱半点钟拢唱袂煞。啊，但是台语的嘛是有啦，吼，过去嘛是有足侪歌啦，白灵诗啦、天乌乌啦，吼。啊，毋过迄拢就是较老、较旧啊，啊，就想要有一寡好用的，因为遐拢是有一寡主题嘛，吼，所以后来阮家己中学的时阵，有妈妈家己编歌、写词啦。其实写词无一定介困难，差不多即条歌就是我写的，吼，啊，迄个词其实足简单的，啊，但是阮内底，你嘛会使家己用唱的，唱看觅，吼，重点是因为阮拄好。中学团内底有家长是音乐背景的，吼，因会晓编曲，有编曲过了，就会真正变甲足好听的迄个歌吼。啊，阮已经出要30条的囡仔歌咯。即马咧，顺续讲工商服务者，即边有一本是台语路音乐册吼，这内底有放16条歌，这是明仔载拄好明仔载要上木子的，所以大家。即个台语路音乐册内底有16条歌，每一条歌伊拢有配一幅图，吼啊，即个图内底咧会使互你去找物件，
譬如讲红菜头有几支咧，有10条红菜头，吼，啊，搁有菜点，吼，煎时，啊，重点是即本啊是会使用手试，啊，都有音乐会使放出来，啊嘛会使去试下骹的每一个图，伊就会念迄个物件互你听，吼，所以亲像即种的，因为阮知影讲音乐是足适合互囡仔学语言的一个工具。尤其恁若是拄开始想要对囡仔讲台语，但是伊甲你讲我讲我听不懂，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吼，这个时阵你就放歌互伊听，吼。啊，这个歌咧，就是阮配合古水的图啊，吼，啊，伊会使家己去试啦，吼。这个其实这个歌拢是已经伫咧 YouTube 顶悬听会到啊，吼。但是即本的好处就是毋免大人替伊放，伊会使家己点歌，啊，搁有家己试下骹。等下我放伫遮有兴趣的人会使来看者。即本是 sample 啦吼，还袂毋是完成品，但是就是试遮个图啊，伊就会念出来互你听。所以若是大人感觉家己的台语无够好，这嘛顺续甲囡仔做伙学，因为这内底就有160个语序啊，吼，每一页有10个，16条歌就有160个语序。好，啊，即个古水的囡仔即条歌会使配合甲五官有关系的主题，吼。大家会使甲囡仔画图啦，还是做啥物做一寡活动啊？我就是做这个啦吼。这是啥物？目睭、目眉，吼足简单的吼。这个连我这种含慢手工的人拢做会出来。啊，对囡仔来讲，伊就有兴趣摕来耍的吼。会使配合这条歌来耍。OK， 阮迄个台语罗亲子乐团已经成立嘛是要2档啊无，差不多要2档啊吼。啊，阮会用阮的歌去做，阮有去开四界去开音乐会啦。音乐会的时阵，就是透过唱台语歌，安怎唱哪耍，互囡仔会使接触到台语安尼。即几本就是甲五官啊，还是甲身躯有关系的。然后咱即摆有一条迄个古水的囡仔的歌，大概就会使找遮个册来讲的，啊了后来哪唱哪耍。好，啊若是要唱着涉水的时阵，阮就有即条叫做轻着彩虹，叫做轻。咱来听一下啊轻，即条歌。为啥物拢有广告咧？因为我无录音。好，来，轻来啊！敢有人听过？有的人第一摆听了无？敢好听？应该好听哦。这条歌囡仔足喜的，而且恁真正听无几摆，因拢有法度唱迄个副歌迄段，就是咧讲涉水的迄段。啊，这条歌嘛是中校团的妈妈做词，哦，啊，中午谈到大家听到迄段念的吼，轻轻轻，无比天厝轻，无比主气轻，迄是王昭华老师替阮加起来的一段。啊，有足侪绘本会使配合这条歌，譬如讲这本，我会讲这本讲了，唱这条歌，红色、柑仔色、黄色、草仔色、蓝色、空色、桥仔色。好。即个就是一本讲细只白鱼找妈妈，啊，伊就是咧耍色水的，因为伊去找着无共款色的物件，啊，拄好伊就是用轻的色，因为最后找着伊的妈妈，伊妈妈的身躯顶就有轻的色，所以我讲即本故事讲了，就是甲即条搬出来吼，啊，这就是互相会使配合的，啊，其实色水的迄个绘本嘛，足侪的。咱即马总算是有一条好听的，甲涉水有关系的歌，大家
就是请好好啊使用。伫咧 YouTube 顶玩，你只要找台语路亲子乐团行路的路，台语路亲子乐团，你就拢找着咱全部的歌。啊，即摆若是明仔载开始吼，买迄本转去，囡仔就会使家己试。古水的囡仔，就即几条拢有收伫即本迄个音乐册内底，因会使直接试来放吼。好，即边就是足济甲涉水有关系的故事的绘本。来，啊，搁来，譬如讲，搁有一条歌叫做《咿呀咿呀哟》，好，我剩10分钟。听讲线顶的4点就会足准时关起来，对无？袂啦吼，好，安尼就好。安尼最后10分钟，会使搁分享几条歌，这嘛是阮的音乐乐团的歌，叫做《咿呀咿呀哟》，因为就是咧去买物件，咱来听看觅，大家应该拢听过即条歌。敢有听过？恁是听台语版还是还是英语版？好，即种诶就是改编，大家拢听过的歌吼。啊，即条歌是阮的团长写的。阮伫咧开音乐会的时阵，即条歌就足好耍的。因为唱过一摆了后，煞来就来问囡仔讲：啊，咱即马佫想要去买啥物？摊带买衣啊！哦，第二段伊唱：阿爸去网路买啥物？倒啊哟！哦，先买衣啊，佫买倒啊嘛。啊，煞来问大家讲：啊，恁煞来啥物人要去买？囡仔就讲：阿嬷，哦，阿嬷要去倒位买物件？我恁讲，菜市啊！好，阿嬷去菜市啊买啥物？哈？柑仔好，阿嬷去菜市啊买柑仔，毋对，买啥物？柑仔哟！哦，啊，咱就会使换足侪物件去唱，吼。啊，柑仔是安怎？一粒还是一箱咧卖？还是一斤？吼，一斤500箍哦，敢袂伤贵？安尼可能爱一箱哦，一箱500箍，2箱1000箍。啊，买一箱，买2箱，买到厝恁几若箱？阿嬷去菜市啊，买啥物？柑仔哟！哦，啊，这就会使，迄落家己做事的意思哦。哦，安尼你就会使编足侪歌出来啊。阮去迄落巡回音乐会内底咧，阮拄过买上厉害的物件是啥物？你敢知？是去买厝。去倒位买厝？去街仔顶买厝。阿嬷去街仔顶买啥物？买厝哦！厝要安怎？一间500箍，一间500，搁来500万，一间500万，2间1000万，啊，买一间，买2间，买到手头几若间，吼，这就是嘛是会使家己做事啊，就是安尼，你着互囡仔去耍迄个语言的游戏安尼。好，搁有无？安尼，甲买物件有关系的一寡绘本。就会使起来唱即条歌。哦，你讲即个家仔囝去踅超级市场啊，迄内底真正就足侪物件啊。哦，故事讲了啊，就拢起来唱咧，安尼会使算。哦，啊，这是一条就是迄落算数的。吼，一只我着唱互恁听就好啊。因为恁嘛拢听过，一只、2只、3只飞去哩，4只、5只、6只飞去哩，7只、8只、9只飞去哩，10只飞轮机飞去哩。好，简单的。啊，你甲数字有关系的，咱就搁把这条歌搬出来唱。啊，而且后壁你会使家己去改编。哦，因为咱遮的歌嘛，拢是家己去改编的，会使改足济的。啊，譬如讲我来摕这边的一本绘本，遮有一本是台语的台文的绘本，十念卵。哦，十念卵，阮就有妈妈家己编即条歌啊，因为伊即本册内底的十念卵呢，
是安尼。这足用心的绘本啊！你咧为即个头前子啊，都有足侪物件通好看。伊有10种动物的卵，为上细粒的芳鸟卵，到上大粒的恐龙卵。而且即本是台文的。谈到最后是要讲，咱除了家己查字典会使学台文以外，若是你有台文的读，你会晓读啊。咱其实即摆有足侪台文的绘本吼，就会使帮助大人，因为因即种的拢是专业翻译过的。差不多即种的咱就爱家己翻译，对无？无一定有法度翻甲足水的。但是正台语文出版的绘本，即摆这拢是有配台语文顾问的，伊的翻译，伊应该毋是翻译，伊就是用台语文去写的。咱伫咧念这绘本的时阵，你就会使直接学着一寡你日常袂晓的迄个词。好，这是杂念卵。早起去市场买卵，一盒卵拢总有10粒。买好啊，来转。对话啊！搬一个卵拢飞出去啊！头一粒卵讲：我飞出去啊！啪，破去啊，对无？变做菜脯卵，足咸的，菜脯卵足咸的。来，第2粒卵讲：我飞出去啊！咔，飞出去啊，变做葱头炒卵。切葱头足鲜的，吼。第3粒卵讲：我飞出去啊！啪，变做3色卵。3色卵会当配3碗饭哦。好，时间关系，无法度全部拢甲伊念了。有的人讲诶，这写台文的，我看无，袂晓读，要安怎？即马遮的绘本拢知影大家的困难，所以伊拢有教音档。你扫 QR code， 你拢听会到。所以你扫 QR code， 家己对咧看吼，其实咱这就是一个学阅读的一个足好的方式。咱大人先家己学。你安尼加听几摆，安尼顶悬的字是安怎念，你其实就会使啊。而且咧，即本册真正足用心的，足侪方面的用心啦。你看伊的迄个内容的设计，就是互你知影台湾的各种料理。伊的10粒卵就变出10种菜，10项菜。伊内底去买卵的是啥？是爸爸呢，对无？煮卵的嘛是爸爸，煮菜嘛是爸爸呢，所以伊是有拍破咱过去的一寡性别的刻板印象。你若是注意甲听内底的音档伊每一粒卵破起的声拢无共款。亲像即粒是啪，有的是后壁是啥物咔，伊拢是用，伊这就爱用罗马字，伊这就爱用罗马拼音、罗马字，伊才有法度甲迄个声音的词，甲伊表达出来。所以恁若是有咧关心台语文的议题啦其实台语文界对文字安怎使用，有无共款的声音，有的人感觉讲爱用汉字，全部拢用汉字，有的人就是感觉讲你安尼男咧写足奇怪的啊，因为这个你若是等下来显这一句话内底有汉字嘛有罗马字啦当然，阮家己咧使用的人我是会感觉讲，亲像拄则迄个卵破去的声音，你要用倒一个汉字来表达，你写出来你可能嘛无法度念啦。所以罗马字伊有伊的效果，因为咱台语有一寡词、一寡声音，无一定是迄个汉字有法度表达的。用迄个罗马字是有伊的道理的。咱即摆有足侪册包括讲我看迄边有较大本的，譬如讲迄个青霞厝的安妮，迄个是弘法安妮啊，咱细汉可能拢看过迄个世界文学名著嘛，把伊翻译做台语文。
对，我最近咧教囡仔讲一本，这种会使摕过来啦。好，咧教囡仔讲这本的时阵，我都位内底学着一寡，因为这个是已经是小说啦。吼，啊，小说内底的文字，伊就会比迄个一般的迄个绘本搁较深，因为伊规本的文字拢，伊爱去讲迄个足幼路的故事，吼。啊，当然虽然嘛有插图啦，但是重点就是爱去读内底的文字啊，吼。啊，伊嘛是有教音档的，所以你若是感觉读袂来，袂要紧，你就放音档，啊，家己哪听哪看，吼。啊，这当然是因为，这就是为阮兜，就是阮即寡台语囡仔伊需要的。台语囡仔大汉了后。我已经无才调讲，甲迄个原版的红发安妮，家己安尼用台语念。虽然嘛是定定做即种代志啦吼，我即款昨去，即顶礼拜招迄个长袜皮皮，长袜皮皮嘛是足有名内容非常好的一个迄个青少年的图本小说，还无台文版啊，但是伊的故事足趣味的啊，所以我嘛是硬念用家己安尼哪看哪翻译做迄个台语文。吼，但是当然都无法度亲像即个专家吼，就是真正用心做过翻译的遐尼啊厉害啦吼。啊，毋过就是安尼啦，有诶咱就摕来使用吼，啊大人直接会使为即摆的台语文绘本吼图本内底学着物件。好，即本嘛足好诶，吼，这是迄个台湾的一寡传统民间故事。但是伊就是家己重新编辑吼，伊已经出到第二本，应该会继续出，会有第三集后壁继续出来。好，啊这边就是，我是安怎讲着十粒卵，就是因为要讲即条歌。伊甲迄个差不多迄十粒卵，就甲伊编做一粒、两粒、三粒飞出去，四粒、五粒、六粒飞出去。啊，飞出去了后，第二拍伊就讲落落去。一粒、两粒、三粒落落去，四粒、五粒、六粒落落去，做落来伊个破去对无？讲一粒、两粒、三粒破去啊，四粒、五粒、六粒破去啊，四粒、八粒、九粒破去啊，十粒加两破去啊。恁拢离囡仔伤远啊！囡仔听到这笑到要变过，你敢知？我是感觉足奇怪，因为但是因真正笑到要变过，就干那安尼来我破去啊，安尼因就足欢喜的吼。所以就是安尼唱歌，啊你配合即个绘本会使耍的物件，真正是足济的吼。啊会使大家囡仔大人欢喜，就是迄落咱即个绘本会使互咱的足好的礼物。即个一寡甲数字吼甲算数有关系的绘本，其实足济的啦吼。好。安尼最后咧，就是讲，亲像我去咧外口讲故事的时阵，我用台语讲嘛，啊，其实是想要鼓励提醒其他在场的大人，比如讲亲子馆啊，我互遮的大人知影讲，其实大家拢加减会晓讲台语啊，啊，咱无对囡仔讲是足可笑的代志，尤其是足侪阿公阿嬷，吼，啊，但是当然这讲来话就长啊啦，是安那大部分的民众无选择对囡仔讲台语，这甲咱过去规个迄个政治啊、历史是有关系的吼，但是上无咱即马已经有一群人开始做啊，咱就做互其他的人看，咱台语囡仔带出去，会对其他的人造成一寡效果吼。因看到竟然有囡仔台语讲甲遮好，因就会问讲，啊是阿公阿嬷带的吼？毋是会歹势，我家己带，阿公阿嬷袂对因讲台语，吼，这就是即马甲过去时代无共的所在嘛。好，安尼。就是足欢喜，今日大家做伙来交流啊！最后有一寡时间，看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想要问哦。因为我差不多都分享到遮，对无？因为其实要讲，阁有足侪会使讲的啦吼。啊，若是有啥物问题，咱会使即摆留落来讲。啊，遮有 QR code 是咱就是即摆的即个课程的迄落一个问卷回馈的调查，因为阮就是台语路协会，阮是。会申请一寡，譬如讲文化部会补助来举办遮个安尼的活动，啊嘛是希望讲知影讲安尼的活动对大家有啥物款的帮助，啊未来咱会使安怎继续办。好，啊今仔日咧，阮现场就是互大家知影讲，即个台语录算看卖音乐册，明仔载会开始上幕珠，啊阮会伫个群组内底介绍，大家有兴趣头前3天。
上俗，就爱把握机会先家买落来。啊，另外咧，阮有一套性教育的二卡教材，哦，伫咧后壁的朋友手里，亲像恁敢知影卵巢的台语安怎讲？输卵管的台语安怎讲？为什么有这个物件？就是因为咱即马吼，阮协会共学团的囡仔，较早拢伫咧公园爬树啊，涂骹白吼，啊，即马大汉啊，拢去读册啊，啊，读册了后，因其实无机会用家己的母语受教育啦。所以，阮即马协会为着要照顾阮家己遮的囡仔，所以阮用家己的气力去办各种领域的课，拢用台语来教。阮去找老师，其实阮有足侪啦，包括收水啦。画图啦、跑酷啦、科学课啦、数学课啦、性教育啊，咱拢去找专业的老师啊，甲伊合作，请伊用台语来开课。啊，这个性教育课就是阮顶个月开发的。迄个老师伊有性教育的专业，伊知影要安怎甲囡仔讲性这件代志。啊，咱这边是台语文的专业，因为迄边的物件伊嘛袂晓用台语讲，所以阮就是两边合作，啊，甲规套所有甲咱的身体的生殖器吼，所有关系的物件拢甲伊写出来，包括什么受精卵呐，哦，啊，你讲其他的，亲像懒觉、懒趴这种的，大家莫讲听讲这种的，感觉啊，足歹听的，无啦，伊就是迄个你的身躯的一部分的名尔吼，啊，只是讲这规个世界，定定拢会甲性起来当做是骂人的。语言啦，所以咱的遮个身躯的器官吼，嘛拢有污名化的问题。哦，譬如讲女性的，哦，即马讲出来，大家嘛感觉讲，哎哟，那会听到这个，譬如讲，就是其实就是鸡掰，哦，迄个外阴部，其实就是安尼讲呢。但是个鸡掰即马已经，你外口听着，感觉已经变做一个骂人的、足垃圾的话吼。但是迄就是一个性伫咱的社会内底是无法度，互大家正面来讲的物件。啊，咱就是希望讲。会使互囡仔自细汉有正确的观念，你唔好感觉性是一个袂使讲的，啊，这对足个大人来讲介困难，你连迄两个字要讲出嘴，感觉拢讲袂出嘴吼。所以这时阵就需要专业的老师。啊，我即马会使安尼咧，嘛是经过这个课了后，哇，阮伫迄天，伊就是甲各种的器官摕出来，甲囡仔介绍讲，这伫你身躯顶的啥物所在，伊有啥物路用，你就会知影讲。这同你咧讲鼻啊、目珠、喙是共款的意思，毋是因为讲伊是鸡巴安尼，就是足歹听、足垃圾的，无这种代志。哦，啊，当然这个就是规个社会氛围的代志啦。啊，若是你有兴趣啊，迄套迄个性教育教材，阮今仔日因为拄啊印好诶，哈会使有兴趣的朋友会使去遐看。好，安尼看，敢有啥物问题，啊无就咱会后留落来开讲嘛会使。啊，就是邀请大家替阮写一下。安尼今日就到这咯，感谢大家。